过来消息哦，来看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公布，个人去治疗癌症的统计，伫109年，计共是有12万1000多人去治疗癌症，比108年增加700多人，平均4分钟19秒就增加一个癌症病人。其中哦，大肠癌连续15档是10大癌症的头一名，第2到第5名分别是肺癌、女性的咽癌、肝癌甲喙腔癌。国健署公布2020年癌症调查结果，有超过12万人得癌，平均一年增加700多人。大肠癌也是15年来发生比率上悬的癌症。那以生理性别来分，男性癌症发生比率上悬的器官，分别是大肠、肺部、甲气管、口腔、肝、尿壶腺等等。女性方面分别是淋巴、肺部、甲气管、大肠、氨基腺、子宫等等。大肠癌发生的原因那有非常的多了那这些红肉啦，或者是酗酒啦，或者是高纤维矿物质摄入不够的话，那其实饮食习惯也会去影响。那肥胖、不运动啦等等都有相关的因素。另外，根据调查，2020年台湾平均每4分19秒就有一个人得癌，平均一年来讲是近1秒，而且逐年都有加较紧的趋势。那我想长期趋势来讲，其实它是有趋缓的一个趋势。烟槟酒啦，特别是男性，我们刚刚看到了男性跟女性的一个这个癌症的发生，其实在口腔癌跟食道癌的比例是差距相当的大。国健署强调，粉、槟榔、酒甲得癌有绝对的关系，呼吁民众要培养好的生活习惯。另外，国健署有提供口腔癌、大肠癌、子宫颈癌、咽癌、肺癌5种癌症的体检，呼吁符合资格的民众参与，会使有效降低死亡比率。记者高文曾俊佑台北报道。